所来看台北消息，台北市福音南路一间防疫旅馆，伫今日透早3点外煞火烧厝，现场出动100名警消人员救出47个旅客。也毋过呢，加在是无人员伤亡。火拍完了后呢，对来讲有2个检疫基本的旅客家己转去，其他呢有45个人伫今日呢早起有超7点外是分别用大巴士、甲防疫机动车、甲安置伫个检谈的检疫所，详细倒火原因再个调查。 云梯顶消防人员当无用咧拍火，19号透早3点外，这间防疫旅馆发生火警，出动100位左右的警义消来抢救。没有人员伤亡的情形。目前燃烧就是以外墙的这个招牌。 哦，那室内都是熏黑。火伫透早就得到控制，现场阁有封锁线，涂骹拢是红烧掉的脆片。原本里头一共住了47名的旅客，19号凌晨深夜发生火警后，除了2名已经检疫期满的旅客，其余的45名都已经被安全移送到位于剑潭的检疫所。有出动了11辆防疫机人车，那我们也请这个交通局来协助安排2辆大巴士，1辆。 都是以11人采梅花座的方式。照规定，居家检疫者若是出外，就会罚罚金。只是在外围到外口的民众，敢有下用防疫规定？这是应该算是一个紧急避难，应该是没有违反这个相关的居家检疫的法规。北市卫生局表示，火灾发生的时，离开现场的民众全部拢有挂喙罨，唔免烦恼防疫的安全。不过好佳在无造成伤亡，是安怎的导火，阁需要进一步来调查。